每次拍拖都會去一次宜家，幻想以後我哋屋企裝修成點樣。去過咁多次都冇買過家私，反而每次都會買雪糕同熱狗。以上呢一啲係網友對宜家家居嘅評論。以前係窮人一物，依家中產嫌質量差，窮人買唔起。一間被瘋狂吐槽貴、雞肋、唔實用嘅宜家家居，2026年起一口氣關閉內地7間門店，包括廣州番禺、上海寶山、天津、寧波。如果你問我宜家家居要關門，最唔捨得係邊一班人呢？我覺得唔係啱啱裝修完買咗一屋貴嘅中產，唔係一年入去掃貨幾萬嘅家庭，而係一件家具都冇買過，但係成日入去坐、入去食、入去行、入去發吽哣嘅嗰一班人。老實講一句，就算你唔消費，宜家家居都唔會趕你走。可以咁樣講，宜家家居係城市入面少數仍然肯俾普通人坐低唞氣、幻想一下人生嘅地方。1998年，宜家家居進入中國內地，喺上海開設首間門店。早期宜家主要佈局喺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一線城市，以超大型藍盒子賣場、樣板間體驗，以相對低嘅價格設計家居，迅速成為年輕人心目中體面生活嘅象徵。進入2020年之後，受房地產下行、消費結構變化以及本土家具品牌崛起嘅影響，宜家喺內地增長明顯放緩。宜家家居閉店其實一啲都唔突然。如果你睇標題，會覺得又一間外資撤退，宜家都捱唔住。但如果你睇清楚數據，就會發現宜家唔係突然之間唔得㗎。過去幾年，宜家中國區營收連續下滑，由高峰期接近160億跌到依家只有110億左右，每年蒸發將近10億。宜家家私賣唔出，其實唔係佢一個人嘅問題，好多人將宜家今日嘅困境歸咎為佢貴咗，佢設計老土，佢輸俾國產。雖然呢啲都係事實，但唔係核心。真正嘅問題係中國年輕人根本已經冇咗要買家私嘅人生階段。你睇下現實，買樓難，結婚延後，長期定居喺邊度又未知，3年內會唔會搬屋極有可能。喺咁嘅前提之下，你叫一個年輕人點樣買衣櫃，點樣買床，點樣買一套住10年嘅家具？所以你會見到宜家家居大件嘅嘢賣唔喐，小件收納賣爆，杯、盒、燈、毛巾變成真正嘅剛需。更諷刺嘅係，人流其實冇少到㗎。每到週末，你去宜家睇下，餐廳仲係排隊，雪糕、熱狗、肉丸一樣賣到飛起。問題係人流多咗，但消費冇明顯嘅增幅。平時經常行宜家嘅人，有拍拖嘅情侶，一人一份熱狗、雪糕，坐喺餐廳嘆冷氣；有打工仔 lunch time 唔返公司，行入宜家 hea 1個鐘，唔使俾人催，唔使俾人講。有帶住小朋友嘅父母，唔一定會買嘢，但可以俾個細路仔行下、坐下、玩下。仲有好多嘅獨居年輕人住緊劏樓、合租房，喺樣板間入面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住喺一個相對正常嘅家。你話佢哋有冇消費？有㗎，一杯汽水、一碟肉丸、一個雪糕。但你問宜家嘅賬面好唔好睇？梗係唔好睇啦。不過你問呢一班人宜家值唔值得留？佢哋會講當然值得，因為呢一度至少陪伴過自己度過青蔥歲月。如果你問我宜家最成功嘅地方係乜嘢？唔係衣櫃，唔係床，唔係設計，而係佢對唔消費嘅人依然好溫柔。你可以坐好耐，唔買都得，唔會俾人催。呢一樣嘢喺依家嘅城市已經係奢侈品。商場要你消費，餐廳要你消費，咖啡店要你消費，而宜家家居允許你短暫唔參與競爭。佢唔問你收入幾多，唔問你買唔買，只係俾你一個空間好好呼吸一下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